我哋今日繼續嚟講下日本啊，大家呢期咧嘅關注點啊，都係啲石油啊、導彈嗰度啊，有冇關注日本咧？有人同你講啊，喺鬼世咁遠嘅東京發生嘅事啊，可能會令到你下個月嘅房貸貴幾嚿水，或者令到你間公司突然間裁員，又或者令到你啲股票啊、基金啊跌到媽都唔認得，你信唔信咧？我哋而家越嚟越少人咧生細路仔啊，大家都 feel 到嘅。但喺日本咧呢種情況咧，嚴重過我哋 N 倍嘅，而且已經持續咗咧40年㗎啦。喺日本啊，老人咧就越嚟越多，後生嘅咧就越嚟越少，開工嘅咧就冇幾個啫啊！搞到而家咧，要有啲高貴嘅印度種族先頂得住啊！係而家啊，2026年，日本嘅人口咧係1億2200萬人，聽落去好似好撚多咁樣啊！但喺2010年咧，佢有1億2800萬人嘅。呢10幾年咧，每年齋減少咗，每年齋減少咗50萬人。嗱，我哋中國人多啊，可能大家咧對50萬冇咩概念嘅。我哋舉個例啊，中國一個地級市就50萬人左右啫，成座城市嘅人口咧突然間人間蒸發咗，而且唔係1年啊，係10幾年，每年蒸發一座城市，咁係咩場景咧嚇？嗰啲婦嬰醫院執笠，殯儀館咧就排長龍嘅。呢個咧就係日本嘅真實嘅景象啊！所以嗰啲海外博主點出而家日本仲好撚多人啊，都係假象嚟嘅。佢走去啲大阪嘅咩心齋橋拍嘅，再去京都嘅2年版、3年緊拍嘅，實多人嘅啊！但係我哋自己咧遊走過咁多日本嘅細城市咧，真係鬼影都唔多隻嘅。嗱，每年政府咧收出嚟嘅稅咧，發養老金都未夠嘅，3個後生嘅養住10幾件老坑嘅啊，個個咧都唔捨得使錢嘅。眼見咧就嚟彎雞㗎啦，於是咧日本央行嗰啲咩聰明人咧，婆你阿摩啊，我放大絕咁樣借錢都唔收息啊！你班友咪唔想使錢咩啊？唔敢使錢咩？我搞到啲錢變咗就廢紙，睇你使唔使？跟住從17年前開始啊，日本咧就將自己啲利率咧定咗喺0度啊，甚至有時癲起身咧搞成負添嘅。咁即係咩意思咧？你喺銀行借100萬，5年後還都係還100萬嘅啫啊，1分錢利息咧都唔使俾嘅。你攞100萬去銀行存，幾年之後攞出嚟咧，費仲少撚咗添嘅啊！因為銀行咧要收你保管費。日本點啦嚇？日本啲企業啊同埋個人啊咪放飛晒咯嚇，冇成本，個個咧走去借錢嘅。而借得最勁嘅咧係華爾街嗰堆啊，零利息就係100億、1000億出去，轉頭咧換成美金，所以啲美金咧去買美國國債，年化4%、5%咁樣嘅，啲錢咧可以送咁樣嘅啊，乜實都唔使做，就1000億每年空手咧套到40-50億翻嚟嘅，跟住全世界有樣學樣啊，全部走去日本借錢嘅，衝去美國買股票啊、買債券啊、買樓咁樣噶。嗰幾年美國股市咧好似彈咗呢個曲傾入去咁樣嘅，你以為嗰堆什麼英偉達升啊、科技股升啊，係真係佢哋咁撚勁啊？其實好大一部分咧嘅原因啊，係因為日本湧佢啲咩熱錢。好似唔肯使錢咁樣嘅，托住啲指數咧係咁飆，即係好似專有件傻嘅，日日一嚟免費送你幾箱咧，我哋啲正宗嘅5常核心區產嘅原糧稻花香2號米俾你啊！你轉頭咧攞去隔離村賣，咁隔離村啲人識貨啊嘛，知道呢啲係靚嘢啊嘛，係普通人可以食到個天花板嚟㗎嘛啊！咁攞嗨都搶住嚟買啦，跟住用賣米嘅錢咧。換翻嚟嘅錢咧，就買我哋啲好食到爆嘅海鮮餃子啊，同埋午餐肉食啊，咁梗係歡㗎啦。嗱，5常米同海鮮餃子嘅 link 咧，我擺喺評論區度啊，都嚟試下啦，咁多位絕對好食啊，冇水嚟嘅啊，就係咁樣啊。於是整個世界金融市場咧，睇住日本呢件傻嘅周街派錢咧，肥過肥屍。但呢個世界咧係冇免費午餐嘅，而喺度食咗17年咁耐添啊，吞咗落去嘅嘢咧，遲早咧都要咬撚翻晒出嚟嘅。以前日本咁傻嗨咧，係因為佢自己嘅物價唔漲，通貨咧就緊縮嘅，冇呢個通脹壓力。但係而家唔同啊嚇，周街打仗，全球糧食啊、能源啊，乜實都漲嘅，勁過龍捲風啊漲得。而日本咧乜實都冇嘅，冚唪唥都靠進口嘅，全世界漲，啲嘢運去日本之後咧，個價就癲撚咗啦。咁呢個 moment 咧，日本老百姓啊頂唔順啦，你老味工資10年都冇加過，不單止咧物價係咁升嘅，啲 yen 嘅購買力咧。再落去就同呢個津巴布韋差唔多噶啦啊！政府做唔出手嘅話咧，住日本咧準備捱餓噶啦。更加陰公嘅就係咧，美國同其他國家咧為咗壓通脹啊，係咁加息嘅。啲 yen 咧個匯率啊，可以跳樓咁樣嘅啊！5年前100 yen 咧可以換到1美金，而家咧160 yen 咧先搞掂嘅。幾年時間，自己錢對外貶值咗30% 嘅啊！
日本人咧就好撚中意夏威夷嘅，全5年前諗住走轉夏威夷好豪佢啦，點知未出發現咧個旅費貴咗1倍嘅啊，火都嚟埋。各種因素溝埋，日本央行咧頂唔住啊，終於喺今年啊做咗一個石破天驚嘅決定，佢決定加息啊，從0提到0.75，仲話明年咧去到1添嘅。你可能覺得你老味咁都叫加息咩啊？我間屋都6厘啦，咁樣一算條鐵利息啊！嗱，呢度就係關鍵啊！全日本啊同埋全世界嘅賭徒咧，17年以嚟咧已經習慣咗咧免費㗎啦嚇。而家咧從0到1呢個變化咧，比美國從5到10仲得人驚啊！意味住免費嘅日子咧結束啦。華爾街咧係第一個俾反應嘅，因為呢班友咧最緊狼死嘅啊！冇睇少呢1%啊，對佢哋要喐到幾百億啊、上千嘅槓桿資金嚟講咧，呢1%咧係毀滅性嘅。再加上利息咧升咗 yen 嘅匯率咧就會止跌回升啊，就100億而家咧要還101億，用 yen 嚟還㗎，因為 yen 升值，班友咧要用更加多嘅美金咧先換得翻等值嘅 yen 嚟還錢嘅，呢個係一殺局嚟嘅。於是話而家班友咧即係點去炒美股啊、炒美債嗰啲基金咧啊，突然之間咧就面臨巨額虧損啊、爆倉咁樣啊，咁點樣算啦嚇？咪割肉啦嚇，不實蘋果啊、微軟、英偉達嗰啲咩股票咧斷根稱嘅啊。清貨咧嚟還錢先嘅啊，再遲啲嘅話咧破產都遲。所以點解有時我哋見到無啦啦全球股市暴跌嘅？你以為美國佬啲數據唔靚仔啊，科技股啲股仔唔吸引啊？但其實咧好可能係日本啲嘢加息咧，搞到啲基金咧叫咗使廿咩啲嘅，逼佢哋放血啫啊！嗱，呢啲基金平倉咧頂多啊都係病毒性嘅感冒啫啊！我哋接落嚟咧講啲絕症。嗱，日本咧有1.2萬億美金嘅美國國債啊，過去10幾年係咁買國債嘅，買美國國債啊，就係貪嗰4%嘅啫。因為喺國內咧，佢1毫子利息都冇嘅。但係而家風向變啊，日本自己利率咧升到1%啦，自己屋企10年嘅國債嘅利率咧推到2%啊，攞個算盤嚟啪啪啪發現冒住風險咧，山長水遠走過美國賺嗰4%，嗰個地方嘅總統又癲癲地、縮縮地嘅，我哋擺屋企門口。好穩陣陣2%，唔好過啊咁樣。而喺 yen 加息之後咧，升值嘅預期咧越嚟越勁嘅。而家唔沽翻啲美債嚟換翻啲 yen，以後美金貶值 ，yen 升值嘅話啊，咁啲美債唔單止冇賺，分鐘咧本都蝕撚埋。咁如果最大嘅買家日本仔都唔玩，咁美國佬收翻國債，揾邊個嚟認頭咧嚇？揾唔到人認頭，咪加息咯，促銷咯。而家美國國債咧嘅利率啊，係全球所有資產價格嘅標的嚟嘅，無數金融產品咧都瞄住佢嚟定價嘅。美國國債利率一漲嘅話咧，好多地方嘅房貸利率咧就會漲嘅。30年嘅貸款利率咧分分鐘奔8奔9嘅。啲老細啊，依然用夠膽咧借錢嚟擴大產能嘅。而家計屌奶，利潤都唔夠冚利息喎，唔搞啦，分分鐘咧仲裁員添嘅。而股市咧嚇，你諗下瞓喺度買美債都5% 6%，我炒股嚟多㗎嚇。於是啲錢咧都從股市度咧流出嚟嘅，跟住咧就唔停咁陰跌嚟嘅，一日 high 過一日嘅。所以我哋睇日本笑話嗰陣啦，笑人哋人都就嚟冇啦，國家要 high 啦。佢 high 唔 high 咧，我唔清楚啊。但好多人咧 high 先過佢咧，我就 feel 到㗎啊。以前我哋好多企業啊，或者個人出海做生意咧，都係揾日本攞錢嘅。而家條路咧就冇撚咗啦。咁你問邊個攞錢咧嚇？問自己銀行攞啊！你要提現啊！審你半個鐘啊，仲借錢。嗱好啦，今日條片嘅內容咧，主要針對日本同埋美國㗎，唔好其他地方啊，大家唔好上綱上線啊。下次見，拜拜。